今年头一场欧洲峰会2月初1来举办，是针对这个欧洲农民想要放任环境监管的诉求。目前欧盟是暂时无评论的，所以这是引起各团体的抗争。伫个比利时的农民是甲规个农用的机驱车队透煤驶入去布鲁塞尔，打算要伫欧盟总部外口继续抗争。一只的铁牛仔伫报名驶入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区，甲车路挡条的，互部分的交通袂紧袂动。伫今年度头一场欧洲峰会开始进行的几点钟，欧洲各地农业团体拢增加抗争的力头，要求欧盟领袖多重视农民的诉求。We are here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all the people. We want to be sure that we are heard. 欧盟去年通过新的环境监管的政策，要求农民遵守更较严格的生产标准，确保生物多样性，嘛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不过，面对欧洲通会碰撞，燃料甲农业原料的计销起，新的建造的方式会增加生产成本。有的欧盟的成员国还佫减少补贴，互袂少小规模的农民是叫要制裁袂掉。Because of post-farm gate costs, so things like energy costs, things like wage rate appreciation, other sorts of things, that were affecting every step of food processing all the way to the retail shelf. 另外，欧盟按算甲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签订自由贸易的协定。农民团体批评讲，国产的农产品恐惊无法度甲真俗的进口商品下价竞争。On ne peut pas aujourd'hui avancer avec, en disant on va importer de la viande qui vient de Chili en l'occurrence ou de Nouvelle-Zélande qui ne répondent pas à nos normes. 目前伫欧盟主要的农业国，有的政府已经接完对农民不利的新措施。不过，铁牛仔车队的抗争要持续咧拖。比利时农民嘛计划伫欧盟总部外口展开示威。若这届欧洲峰会，欧盟会修订列明的预算，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金。暂时无甲欧洲农改问题纳入议程。公司新闻，杨间编译。